用光作畫的女孩。在一個繁忙擁擠的城市裏，高聳的牆壁灰蒙蒙的，街道上總是充滿喧鬧，人們匆匆忙忙地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，臉上滿是疲憊，彷彿忘記了如何微笑。但在這座城市的一個小角落裏，住着一個名叫亞爾娜的小女孩。亞爾娜熱愛繪畫，勝過世間一切。她夢想着鮮豔的花朵、飛翔的鳥人、閃耀的星星和神奇的彩虹。但有一個問題，亞爾娜沒有顏料，沒有畫筆，也沒有紙。然而，她的內心低語着：別停止夢想，亞爾娜，總有其他的出路。一天傍晚，看着金色的太陽落入高樓大廈後，亞爾娜注意到光線將天空染成了橙色和粉色。她心想，如果太陽可以用光作畫，為什麼我不能？那天晚上，亞爾娜從鄰居那裡借了一台布滿灰塵的舊投影儀，她把投影儀連接到自己的小電腦上，開始用發光的線條作畫。當她打開投影儀時，她家所在街道的牆壁頓時活了過來，櫻花花朵在龜裂的水泥地上綻放，蝴蝶在高樓間翩翩起舞，發光星在窗戶上閃落舞動，浪海浪輕輕拍打着屋頂，城裡的人們駐足觀看，孩子們驚嘆不已，父母們露出了笑容，祖父母們又像孩子一樣笑了。多年來，這座城市第一次煥發出活力。很快，大家都開始叫她描繪希望的女孩。她的藝術作品不僅局限於她所在的小街，消息傳遍了四面八方。很快，她閃耀的藝術作品照亮了巴黎、紐約、倫敦和東京的建築。她的光芒所到之處，人們的心也隨之明亮起來。有一天，一位記者問她：亞爾娜，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？是怎麼讓你有了這麼大的想法？亞爾娜輕輕一笑，回答道：我從未夢想過牆，我夢想的是地平線。從那天起，世界各地的人們每當感到困惑時，都會想起她的故事。他們提醒自己，有時候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，你必須創造一些前所未見的東西。經驗教訓，成就偉業有時意味着創造一些前所未見的東西。